李奶奶，你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没有见面了，总算盼到了这一天。大兄弟啊，来今天助兴了，你可要问风兄知道啊。李奶奶，今天是从古道节。天上人间，此地一见苍生，满眼的伤。啊！
好用，来。我一两相亲之地，好女，这才是父之心，不推。有什么？宝妞啊，来，这些话你可要记住哦。知道，不不为你好啊，我知道。
妹去，操你妹妹去，二爷，操你妹妹去。